那就赏夏常在一丈红吧。虽然四季妹不知道什么是一丈红，但华妃很快让公公给她科普了知识。于2寸厚、5指长的木板责打其腰部以下部位，直打到筋骨截断、血肉模糊为止，看上去鲜红一片，那颜色叫一漂亮，所以叫一丈。华妃向来对皇后的人绝不手软，这下的四季妹当场瘫软在地，估计她不找阎王签到也得和轮椅相伴。原来四季妹祖上是大清的开国功臣，她仗着家族庇佑，那是谁也不放在眼里，不仅经常欺负毫无背景的安小主，还加入皇后团队去挑战华妃的底线。华妃娘娘赏的东西再好，那也不如皇后娘娘的。其实安小主与其在皇宫里受罪，不如去五八同城找个称心的工作，然后回家安稳度日，她不香吗？华妃立刻对无脑的四季妹产生了兴趣。我勒个去10000次，皇宫居然还有这么一个小可爱，这让嚣张派的祖师爷华妃很是感慨，真是后浪推前浪，而前浪被推倒沙滩上。经过人肉搜索后才知道她是皇后的人。第2天的例行晨会上，众嫔妃如往常一样早早来打卡签到，可华妃却一如既往的姗姗来迟，而齐妃每天都重复挖苦华妃的动作。然而华妃很得意的表示，昨晚一直和皇上研究硬件软化，由于我们对此事非常认真和投入，却不想一睁双眼居然到了8点。虽然华妃的逼格拉满，但大家却选择沉默不语，毕竟她装13的贱样路人皆知。接着刚进宫的小主们给她行礼时，她不仅视而不见，还和皇后东扯西扯，说什么王老头经常去敲李寡妇的门，还有老孙瞒着媳妇给主播打赏等等。总之她就想让进宫的小主们学学规矩。先让诸位妹妹起来吧，光顾着跟皇后说话了，都忘了你们还居着礼呢。有一位夏常在，听说很能干。嫔妾就是常在夏氏。夏常在很会打扮，奈何四季妹的智商完全不在线，她不仅感恩皇后赏赐一切吃穿用度，还说高贵的皇后从来不开美颜和滤镜。很显然，她讽刺华妃全靠化妆和高科技，完全比不上拥有自然美的皇后。如此一来，四季妹可算捅了马蜂窝。你说你这个倒霉的孩子招惹谁不好，却偏偏要触碰华妃的逆鳞，难道是梁静茹给你的勇气吗？因此华妃在欣赏甄嬛和沈眉庄的同时，还在盘算着教她如何做人。然而四季妹却看不透形势，居然还开始针对梅姐姐，凭什么她可以得到赏赐，不过梅姐姐却不生气，并把东西拿出来和大家分享。这些赏玩之物，我夏家还不缺，看来真是会妖买人心啊。与此同时，安小主看不惯她嚣张的损样，本来她就经常遭到四季妹的羞辱，如今她与甄嬛和沈眉庄已经情同姐妹，有了团队的力量，又岂能再被你拿捏？并夸赞四季妹出身于武将世家，果然行事的风格颇有大将之风。而胸无点墨的四季妹却听不出弦外之音，世上竟有如此愚笨之人，竟然还封为常在。等意识到安小主在讥讽自己后，她马上朝着对方抡起了小粉拳，势必通过战斗来找回走丢的智商。可是华妃却不想再惯着她。今年的枫叶好像不够红啊，那就赏夏常在一丈红吧。紧接着，她赏了四季妹一个福利，而一脸迷茫的她一脸迷茫，不知道什么才是一丈红。莫非领导要奖励自己红色围巾吗？经过公公一番普及后，她竟傻了眼，原来是用2寸的木板痛打下半身，直到血肉模糊，看上去一片红色后，这才算结束全套流程。此刻，无论她如何哀求，都为时已晚。成年人应该为自己的错误买单。岂料此时，安小主竟被吓得倒在地上。没想到宫斗比她想象的还要残酷，而甄嬛却听从父亲的劝告，装病避宠。于是沈眉庄就成了她们姐妹当中第一个侍寝的女人。但随着梅姐姐得宠，华妃的针对也随之而来。沈贵人恃宠而骄，藐视皇后，该杖责30。